同類型391尺嘅單位。俾大家睇睇露台嘅位置先，都相對地大。我諗呢3、4個人去飲下酒嘆下杯咖啡都最好不過，係咪啊？大家覺得？照舊啦，都係西門子嘅焗爐電磁爐有一種時尚嘅感覺。雪櫃啦，係啦，樓底都極高㗎，係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個浴室咧，我都見到係經過師傅細心去裝修設計嘅。